友大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赶紧来关心上新的战争消息。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初期透早是对以色列发动空袭，是一群就向以色列下5000粒火箭弹，向以色列宣战。咱先来了解一下因两边的地理关系。这清晰的是以色列，伫因境内是搁带一支无共族军、无共宗教的巴勒斯坦人。甘嘛色的这块约旦河西岸，搁有迄块细地的加沙地区，就是巴勒斯坦人活动的所在。这长期就跟以色列起大小冲突。咱看到迄一点一点的火星，就是击毁的战区。巴勒斯坦哈马斯向开战，以色列嘛随反击，崩加沙地区。这双方一来一去，上无是已经有9000人死亡。10月初8日，以色列正式宣战，这局势恐惊会阁恶化。夜空当中，飞弹和防空系统哪吒一条爆炸声音。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初期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进入第2天，双方继续飞弹空袭。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初8开内阁会议了后，正式对哈马斯宣战。מעשה התועבה הזה שהחל בעיצומם של שבת וחג, תוך חציית קו הגבול והמשיך בתקיפת קו המחרשה, הוא חטא בל יכופר. חטא שמובל לא רק בידי ארגון מחבלים רצחני, אלא בידי ציר רשע שבסיסו באיראן. 本土电视台记者伫加沙市连线，后边的大楼熊熊互飞弹拍着，互伊惊甲大叫。加沙走动人口差不多200万，2007年以来一直由哈马斯管理。以色列伫埃及的协助之下，对这所在封锁，阻碍加沙经济发展。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伫安理会闭门会议进前表示，以色列政策是对人性的攻击。Israel keeps saying the blockade and repeated assaults on Gaza are to destroy Ham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ensure security. Clearly and expectedly, its blockade and assaults accomplished neither.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要求安理会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残酷恐怖攻击，高指控哈马斯犯战争罪，公司新闻定位真朋友。以色列南部一场音乐节是去互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哈马斯空袭，这救援团队上无是已经发现260具遗体，而且阁有人去哈马斯押走，假造人质。以色列当然无可能去外外随崩倒转去，因的加沙地区上无是已经有400多人死亡。伫咧以色列南部，一场本来正欢喜的音乐节，因为哈马斯的攻击而变调，民众向四界逃走，远远所在还阁听到枪声。以色列紧急救援机构讲，救援人员自现场搬出差不多260具尸体，美联社估计死亡人数可能唔那安尼。而且有影片翕到，有一位敢若是来参加音乐节的女子，和恐怖分子阿基里车顶，掠去加沙变做人质。伊的老爸看到影片了，扣家挡袂牢，希望当局会当斗3天。כל ימי חיי, מאז שהיא נולדה, השתדלתי לגונן ולחבק אותה ולתמוך ולאהוב אותה. והנה ברגע הקשה הזה. 将在被掠去以色列连接家属，心内正着急。初8开记者会，要求政府会当甲因见面，讨论救援的办法。哈马斯发言人讲，即马被关伫咧加沙以色列连接有100多人，其中也个包括高阶军官。ونعلن بعون الله عن تمكن مجموعة من المجاهدين خلال اليوم من اقتياد مجموعة جديدة من أسرى العدو والعبور بهم إلى قطاع غزة. 以色列随展开反击，并且对哈马斯宣战。加沙族人遭受飞弹空袭了，真侪命体拢倒去，有人对倒去的厝内摸索一具一具的尸体，其中有真侪是囡仔，加上是扣家挡袂牢。最新的统计，死亡人数已经到413人，其中有78个囡仔。أنا ما حسيتش في شيء غير أنا محشورة بين الركام والكنبة والباب محشورة بينهم بحاول أزيح حالي ما عرفتش
哈马斯发动攻击已经超过24点钟，目前双方依然伫咧战斗，不时听到飞弹爆炸的声音。不过，联合国安理会伫咧礼拜紧急会议了后，并无采取任何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讲，并不是所有15个成员国家拢谴责哈马斯的攻击。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以色列形容这场攻击案就亲像911恐怖事件，放掉是要无小代价甲哈马斯势力灭掉。联合国安理会针对这场战争开紧急会议。美国是徛伫咧以色列迄边，派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赶过太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对加沙走廊以巴上新的战火召开紧急闭门会议。美国伫会中呼吁15国成员强烈谴责哈马斯，因为有无多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有发表共同的声明。会后，以色列大使以911恐怖攻击来讲这场的特色。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讲，会唔管任何代价，彻底来清剿哈马斯成员。This is Israel's 9/11, and Israel will do everything to bring our sons and daughters back home. Our job is to make sure that at the end of this war, Hamas will no longer have any military capabilities to threaten Israeli civilians with. And in addition to that, we are also to make sure that Hamas will not be able to govern the Gaza Strip. 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甲中部地区发射至少5000粒的火箭炮。以色列是对陆空两边来对加沙来空袭，2天交战已经有1100多人死亡。以色列并且伫南部征调10万的后备军人，伫城镇甲哈马斯进行激烈的相战，规模是1948年独立战争以来上大。美国总统拜登、德国总理肖兹、英国首相苏纳克、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拢对巴勒斯坦恐怖攻击强烈谴责。拜登更加讲，对以色列支持坚定亲像伴奏，绝对袂动摇，派出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到东地中海。No surprise that those opposed to the efforts to normalize relation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and more broadly, to normalize Israel's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beyond, who opposes it? Hezbollah, Hamas, and Iran. 伊朗总统莱西特别讲，支持巴勒斯坦人自卫的权利，也警告以色列必须为危害区域国家安全负起责任。以色列的报复性空袭造成123000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其中74000人被入去学校来避难。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自民党政策研究中心的委员长秋生田光一今日是来台湾访问，明仔会参加双十庆典。伊即抓是继承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路线，要加强台日合作。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一个16岁男高中生伫咧南韩京畿道2天攻击3个女性，涉嫌共抢劫、共拍、共吹。警方是申请逮捕令，伫咧网卡抓着人。英国《Times》报道，根据报告，英国的威尔斯国家博物馆有要换2000件文物失踪，大众就批评博物馆的管理有严重的问题。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顶日来伫咧美国芝加哥是有要换1000只鸟仔弄到展览中心的头仔死亡。初步分析认为讲，是因为光线歹，鸟无看到有透明的玻璃，才会规大阵落起哩。上尾是华盛顿邮报 X 媒体头家马斯克推荐伊的追踪者关注2个口罩，讲是会当得到更较侪战争的消息。不过，迄2个口罩煞是牵涉散布暴力假消息，马斯克是赶紧甲推荐的文章抬掉。同款是天灾消息，这首险风台扫过咱台湾尾离开了后，是走去香港。香港早暗的风雨就真强，有真侪航班也阁有地面的交通拢总冻点。也若是印度顶礼拜是因为大水雨造成冰川湖崩花，这大水灌入附近的庄仔头，死亡的人数已经冲到56个人，也阁有150人下落不明。小犬风台拜一继续为香港带来风雨，当局为了安全，进前已经宣布好好停课1天，各市也停止交易。不过当地风雨上大时阵发生伫礼拜，轨路上风真透，雨真大，街路人连雨伞拢夹袂牢，路边的盆栽也被吹倒。不过部分的游客依然是在佚佗。浪还不够大，第一轮看起来太猛。
到暗时7点，香港天文台解挂9号风球，当时强烈风台顶级，估计风速已达到每小时144公里，这造成对香港机场出发的真侪航班被取消。机场捷运、巴士甲部分的铁路路段停开，互真侪民众无方便。小型风台伫离开香港了后，继续向中国南方来移动，不过已经伫今日下晡2点外减到真侪热带风暴。镜头转到印度东北部发生顶礼拜路段起雨，造成一个冰川湖崩起，山水安尼规拢下落来。这条河流2宽的彩虹厝，一度淹水超过3公尺悬，大水提起了后，规路拢是烂土，灾民赶紧来清理家园，大家将地下室的土门挖出来，有一寡较低所在厝依然是浸伫土水内底。तो बोला कि पूरा सिल्टम में पानी डूब गया है तो ऐसा ना हम भागा हम कोई आदमी नहीं उठाया गैस सिलेंडर सब भासी है चूल्हा सब भासी है कुछ नहीं है क्या खाएगा गरीब आदमी घर में देश में घर बारी नहीं है कुछ भी नहीं है क्या करेगा बोलो तो सर 最近已经知影，这场水灾至少夺走56条人命，有150人下落不明。公视新闻3回面编译。继续来关心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冲突。这冲突唔但伫因境内，连国外挺无共病的民众嘛就计示威对呛。有一个去埃及旅游的以色列旅行团，昨就受到攻击，造成3个人死亡。另外，因为以色列是长危险，所以讲这阵往回以色列飞机有真侪班拢取消。除了要赶紧逃出国的人受到影响，要回乡参战陪伴亲人的以色列人嘛无飞机通坐。海外以色列人也以色列国旗行上纽约的街路，也过看袂过巴勒斯坦支持者一个家旗抢走，迄个涂骹大力一直打。以巴战火汹汹庆元，英国驻地海外民众也行上街路示威。双方连马伫纽约甲亚历兰大一家国家所在时互相伫呛声。And we've been suffering for 75 years at the hands of a regime that is, founded on ethnic cleansing, founded on violence, and has been, erasing and displacing our people for decades now. I'm heartbroken. This is a shock. I also feel helpless. I wish there was more I could do to support them. 部分旅居纽约以色列人随家工作囥在一边，买单程机票拍算回国参与战斗。也毋过受到战火影响，各地飞往以色列班机拢被取消，真侪人正伫设法解决交通问题。回国了后，无立刻加入后备部队，也是只是陪伫亲戚朋友身躯边也好。伫这时阵，礼拜传出以色列旅游团伫埃及第2大城阿历山大，互当地警察随机射杀，2名游客甲1名埃及导游死亡，另外有1个人受伤。凶手即阵已经被抓起来。埃及是头一个甲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阿拉伯国家，两国虽然有外交关系，不过以色列人伫埃及依然是无啥受到欢迎。伫发生警察射杀游客的案件了后，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呼吁国民这段时间避免出国，也伫埃及的人是赶紧离开。公视新闻3回面编译。真侪往回以色列的航班取消，根据观光署的统计，咱台湾迄阵是有5团旅游团伫咧遐。其中一团乡西的29个人，今日已经平安回来。也若是伫遐读册的台湾人，目前是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为着安全，唔通出门。警报又响了。听到警报声，互人真惊。无偌久，看到天顶出现白色长条云，这才可能是以色列防御系统对入侵的火箭对中哪吒。因为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原本要伫圣城耶路撒冷观光的台湾旅客，只好停止行程，留伫饭店。之后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炮弹，或者像我们的炮竹哈，那个炮竹嘣，然后就有烟，声音不是很大，可是你就可以看得到。伫以色列读册台湾人表示，当地政府警告民众为安全唔通出国。不过，伊万未少虔诚的外国籍基督徒伫耶路撒冷古城区雕像祈祷。很多城市还是没有运作，目前我看到是没有什么人。居民可以自由行动，可以出来散步，只是不鼓励。政府告诉我们说不要出门，就待在家里。交通部观光署公布相关退钱处理原则，旅客取消经过加沙地区的行程，除了旅行社扣除已经代交的规费必要费用，其他全部退钱。乡西旅行团79人车到为香港转机，这运中到登到台湾。要有饭店安置好，然后以我们所有人的平安以及状况，就是整个状况为第一。然后到晚上都还在全部的民众一直到救护车，非常的热烈的追逐。
另外，也有为以色列寄来台湾的新住民，这几天都带以色列乡亲来台湾观光，大家拢真烦恼故乡亲友的安危。很担心，不只是家人，担心整个以色列我们的人。我妹妹她住以色列的北边，那边也开始有一些情况，所以她现在回我爸爸妈妈家。这场以色列游客回程的班机也被取消，后续如何安排？爱国确认。记者综合报道。除了个人的安全真让人烦恼，爱赶紧离开以色列，这阵咱台湾的安全嘛真使人烦恼。因为美国这阵是派兵过帮助以色列，就烦恼讲敢会真做咱台湾国防上介入的时阵，和中国有机会来拍咱。有外交学者就认为讲，若是连伊朗都加入迄边的战争，美国的军力就会大量刷过中东。不过另外一派是认为讲，美国是要把军力资源拢总投资伫咧同一个所在。测试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向攻击以色列，两边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美国总统拜登已经下令另外提供予以色列支持。不过，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冲突，敢会减少美国对台海情势的关心，也引起大家关注。有外交学者认为讲，关键就伫战事敢有扩大。对话情况之下，就是力量介入，美国介入。那如果说有这个情况的话，当然嘛会影响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不过还好，就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机会应该不是很大。立场可分析，若演变做以色列甲伊朗开战，美国军力转去波斯湾集合的情形之下，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不过目前以色列的反击算是真有斩击，都是无希望互黎巴嫩真主党甲伊朗有理由介入。李登科嘛表示，习近平无啥可能会趁这个机会对台湾采取行动。中共最近的发言提到嘛，就是说希望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呢，能够以这个两国解决方案来达成最终和平协议，战争真正扩大到波及到两岸的机会应该大。美国它是个全球性的那个强权哈，不太可能就是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那个冲突，然后就把它在其他地方的这个资源通通调过去。中国它想要蠢动目前的那个实力，还有它的内部的状况，这样的机会应该不会太高。赖宜中指出，中国目前内部的问题真多，军方高层嘛当地咧整备，现出时若要派大规模的部队来拍台湾，可能性并无大。记者综合报道。巴黎明年7月就要办奥运，拍运是8月要办，所以讲当地即阵是当无用咧整理环境。上大困境就是改善无障碍的空间，也阁有目杀的虫害。另外，因为塞纳河要办奥运的开幕仪式，所以讲这河边真侪番仔就去互政府要求要搬走。这政府要安怎陪人，嘛是一个问题。坐轮椅投球可惜无入围，为了鼓励民众购买明年8月28至9月7日伫巴黎举办的拍运，法国总统马克宏坐轮椅伫拍奥门票开始卖进前拍一场友谊赛。La moitié de ces billets sont à moins de 24 €. Tous les billets sont à moins de 100 €. Donc c'est une super occasion pour découvrir ce sport et vivre. 除了拍运，明年7月26至8月11的夏季奥运是法国人100年后搁再举办的大活动。根据预测，伫奥运期间，巴黎逐天会有4000至5000个新障者爱坐车转车。不过，首都地铁站敢若9%有无障碍设施，所以坐轮椅的人甲总统请命，因为因认为无障碍空间的改善进度上慢。另外，巴黎草堂的侵袭愈来愈多，为顶礼拜5间学校被迫关起来。早短短几天，目前已经有7间学校关起来。为了奥运会会当顺利进行，法国政府已经召开少年线的会议，掌握草堂变例数量的情况。On a constaté une recrudescence depuis la rentrée. Environ, on estime à 30 à 50% par rapport à l'année dernière de supplémentaires. 为了伫塞纳河边举办奥运开幕式，法国政府要求河边有450年历史、拢总570个旧册单爱搬走，双方演变成紧张关系。这个册单是要求政府爱赔偿因有可能的收入损失。Ne sont pas installés de manière homogène. Vous savez très bien qu'il y a des interstices et que une foule compacte sur les quais aurait tendance à s'agglomérer à des endroits où on peut voir la parade et ça poserait un certain nombre de difficultés de gestion de foule qui peuvent avoir, on l'a vu à Séoul, en Corée
du Sud des conséquences extrêmement graves. 不过，原来有别个议员批评政府，讲拆除册单是想要毁掉公共空间私有化的努力，因为不管册单拆还是唔拆，只要是人济所在，都会有人流管控的风险甲难题。公司新闻新乐部编译。阿军定钱变薄的情形，用严重来形容是已经无够力啦，因为讲是真离谱。这家头毛的介绍，当地钱对15起到3000，是起200倍。这日常用品的介绍，平均毛起75倍。 67岁女bệnh数十年來攏共款堅守伊美髮店，佇伊店內高高一台鋪仔是伊30多年來每一擺為人揢剃頭毛的記錄。為1991年到2013年之間，剃頭毛的價錢為15披索，稱到3000披索，意外見證阿根廷19900趴的通貨膨脹的歷史。Es una crisis larguísima, larguísima. O sea, no ha tenido un atenuante, o sea, ha ido cada vez peor. 這30多年期間，國現今總統費南德茲所帶領的左翼政府通貨膨脹速度上緊，為2019年12月中旬以來，不計起的差不多757%，嚴重打擊民眾的薪水甲買物件的動力，將近40個人的生活佇個山車變現是真艱苦。Yo pude comprar mi primer departamento en el año 89 en $23,000. Hoy un departamento de esas características no baja de $120,000. 高通膨、貨幣危機，也個散車論一直清懸。好大佇街仔路的人是愈來愈多，數千人佇5月行去街仔路抗議政府毫無作為。費南德茲佇一篇的批評聲當中，也確定未尋求連任。最近阿根廷初選結果已經出來，各要佇今年10月2日總統大選投票，民眾怒火推升繼續嘅一間議員米雷茲的聲量，以主張廢除阿根廷央行，佮放棄披索，改用美金為主要的貨幣。記者綜合報道。感謝您收看今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蘇比，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